人讲这一府二鹿三舫甲中华鹿港呢，过去是开发较早，所以在地是有真侪超过100栋的旧厝。即马有团体是来举办行大的活动，用舞蹈来表现这旧厝的历史变化，也佮有居民的生活保有，希望会当互民众熟悉地方的历史。 用舞蹈表现过去女性的社会束缚，最后靠家己的力量行出家门。中华鹿港有一句俗语：一不见天，二不见地，三不见女人。讲的是鹿港因为厝起甲真捌，加上土骹铺地砖，所以看无天，看无地。佮因为传统，大部分的查某人拢踮伫厝内，所以不见女人。就有地方团体举办旧厝舞蹈行搭，透过舞蹈表演，感受在地历史甲生活空间的变化。 我感觉足新的呢，我以前拢毋捌拄过这种的表演哈。过去内底有一寡即个古的建筑，早期上早吼是4000多栋，但是尾啊慢慢就愈来愈少去啊。用现代舞蹈啦、走图啦、街区的博物馆的这个观念，我感觉是非常好。 中华鹿港过去是商业港口，开发较早，有真侪超过100年的旧厝，有的是砖头行、做生理的店家、毛病院、民体等等。即阵是袂少少年人创业的起点，就舞蹈团体甲行大单位合作，举办鹿港旧厝行大舞蹈体验，透过舞蹈甲音乐的设计，转译旧厝过去甲现在的生活故事。我想讲，舞者甲舞蹈甲生活这关联到底是啥物物件？所以我感觉讲一寡空间内底故事甲人的故事去甲转译，变成一个舞蹈的作品，互大家来看讲中华佫有啥物好耍的所在，还佫有文化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过去舞蹈表演多数拢是伫表演厅演出，即马甲舞台换来旧厝，一来是希望民众亲近艺术，二来嘛希望行大过程，互民众透过旧厝熟悉地方的生活文化甲历史的演变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